歡迎大家返嚟 K 廣東話看世界嘅頻道。今日為大家帶嚟一本2013年出版好有影響力嘅書，叫做《被討厭的勇氣》。呢本書有兩個作者，就係岸見一郎，佢係一位哲學家，專研究希臘哲學；另一個作者係古賀史健，佢係一位專業嘅自由撰稿人。佢哋都係深受哲學家阿德勒嘅思想影響。你哋可能未聽過阿德勒，但係都應該會聽過弗洛伊德同埋榮格。而阿德勒就係同佢哋齊名嘅哲學家。阿德勒話世界上所有煩惱都係嚟自人際關係嘅。如果你可以獨自生存喺呢個宇宙，你就根本唔會有煩惱，嗰啲咩自卑感啊、焦慮啊，亦都唔會有。你同唔同意佢嘅諗法呢？有興趣想知多啲嘅人就記住聽落去啦。呢本書呢，係以一個憤怒嘅青年人同哲學家嘅對話方式敘事嘅。年輕人呢，就代表住大眾，而哲學家呢，就係阿德勒嘅理論。而呢段片係第2集。喺1個星期之後，年輕人始終都係唔同意哲學家嘅理論，再去揾哲學家踩場。年輕人話：老師，我上次同你傾偈嘅時候，承認我係好討厭自己，我又冇自信，又悲觀，疑心又重，仲要唔靚仔，所以我真係好唔中意自己。但你話我討厭自己係有目的嘅，咁我諗極都諗唔明，我討厭自己係有咩好處呢？哲學家就話：請你清楚一點。你係因為你下定咗決心唔中意自己，你先會睇唔到自己嘅優點。唔中意自己對你嚟講係一種事，即係有用處嘅嘢。我哋用其他人嚟做例子，就好似有個女仔揾我諮詢，佢話佢好想同佢中意嘅男仔表白，但係個女仔有臉紅恐懼症，一驚嘅時候呢，塊面就會紅噶啦，所以佢根本就表白唔到。佢話如果佢個臉紅恐懼症好返，佢就可以同個男仔表白。但我嘅診斷係，佢唔表白嘅原因係因為佢怕被拒絕，佢需要臉紅恐懼症嚟做逃避嘅藉口。只要佢一日仲有臉紅恐懼症，佢就唔需要鼓起勇氣表白。萬一如果我真係醫翻好佢個臉紅恐懼症，佢就會冇咗呢個藉口啦。年輕人就話：咁最後點啊？你唔理佢啊？哲學家就話：我可以做到嘅就係令佢接受佢而家嘅自己，令佢有勇氣去前進。喺阿德勒心理學中，呢種引導方式叫做鼓勵。喺下個階段，我可以詳細解釋你知咩係鼓勵。用呢個例子套用翻喺你個情況，你唔中意自己係因為你怕俾人討厭，喺人際關係中受傷，所以你將自己陷入劣勢裏邊，咁就有藉口唔需要同人接觸。就算俾人拒絕，你都有藉口話因為你充滿咗缺點，所以先俾人拒絕。所以你只睇到自己嘅缺點，呢樣嘢對你嚟講係善嘅舉動。年輕人就話：老師真係世事都俾你睇穿，我可能真係咁。跟住哲學家再講，要唔喺人際關係中受傷，除非你獨自一人生活喺宇宙，因為所有煩惱都係嚟自人際關係嘅。但年輕人就唔係好同意，佢話：老師你唔好講到咁極端好喎，唔通一個人生活喺宇宙就冇煩惱啦咩？孤獨寂寞呢啲都係煩惱嚟嘅。哲學家就話：就算你要感受孤獨，你都需要有其他人嘅存在，你先會有孤獨嘅概念。就算你係孤島，你都會諗喺世界其他地方有其他人，你先會感到孤獨。所以世界上所有嘅煩惱都係有人嘅因素嘅。年輕人唔係好明，佢就話：老師你可唔可以講明白啲啊？咁哲學家就再問佢：你知唔知咩叫自卑感？年輕人就答：老師你明知我就係自卑感嘅代言人，你仲使問嘅？哲學家就話：自卑感係由價值、較少同埋感覺呢3組字組成嘅，就好似話自己係冇價值咁嘅意思。舉個例，我身高150cm，我細個嘅時候好自卑噶，但係有個朋友同我講，就係因為我嘅身高令我擁有可以令人放鬆嘅感覺。其實我嘅身高對我周邊嘅人嚟講係受歡迎嘅，所以喺呢一刻，矮呢樣嘢對我嘅價值就轉換咗啦。矮本身係中性嘅。重要嘅係我賦予我嘅身高係乜嘢價值同埋意義。自卑感唔係客觀嘅事實，而係主觀嘅解釋。而且冇比較冇失望。如果呢個世界冇其他人，我根本就唔會察覺到自己嘅身高有問題。所以連自卑感都係同其他人有關嘅。年輕人就話：但係我仍然覺得自卑同人際關係冇關。你諗下，世界上好多成功嘅人士已經唔需要同其他人卑躬屈膝，可以自由自在咁生活，但係佢哋唔多唔少都會有自卑嘅煩惱，咁又點解呢？
哲學家就話，首先自卑唔一定係壞事，有時自卑仲可以驅動人去努力改變自己。阿德勒稱之為追求卓越，但亦都有人因為自卑而放棄。佢哋會諗，反正我都唔得噶啦，努力做嚟有咩用呢？呢啲就係自卑情結。自卑感可能會成為你努力嘅動力，但係自卑情結就係將自卑當成放棄藉口嘅一種狀態。例如有人會諗，因為我學歷低，所以我冇辦法成功。呢樣只可以解釋為唔想成功，而唔係冇辦法成功。因為事實上係佢哋冇離開佢哋舒適圈嘅勇氣。年輕人都同意，佢就話可能真係好似你講咁樣啦。而哲學家就繼續講，而且自卑嘅人為咗可以填補自己欠缺嗰一部分，就可能會發展出優越情結。例如有啲人諗，如果我唔係因為學歷低，我都可以好成功噶，暗示自己係有能力嘅，只係因為某啲因素先令我唔成功啫。呢啲就係優越情結。好多時自卑嘅人都會展現佢哋嘅權威，例如會炫耀自己同某某名人嘅關係好好啊，令自己同權威結合，令人哋覺得佢哋好優秀。呢種炫耀其實骨子裏邊就係一種強烈嘅自卑感。年輕人就話，咁樣講，自卑情結同優越情結係互相有關聯噶咯。哲學家就答，冇錯，仲有一種情況係就係炫耀不幸。年輕人好唔明白，不幸有咩好炫耀啊？哲學家就答啦，有啲人想藉住自己嘅不幸，令自己變成特別嘅存在，從而成為武器支配對方。例如我同人哋講好矮，有啲人會安慰我，結果我就話，你點會明白我嘅痛苦啊？的確唔係好多人會明白，所以由呢一刻起，我身邊嘅人都會好謹慎咁對我，好驚觸碰到我嘅瘡疤，咁樣我就佔咗上風啦。而呢種亦都係軟弱嘅力量，就好似 BB 咁，BB 係用軟弱嚟支配大人，但係佢哋就因為軟弱而唔受任何人支配。年輕人聽完之後就講，老師，你講嘅理論我真係冇諗過，但係老師，我仲係唔明白。照你咁講，追求卓越係好事，但係你又警告唔好有過多嘅自卑同埋優越感，咁一開始就唔應該追求卓越啦。哲學家就答，追求卓越係基於唔同任何人比較。健全嘅自卑感係只需要同理想中嘅自己比較。年輕人就好唔同意咁話，但係有競爭先會有進步喎，有競爭唔好咩？哲學家就咁答，人際關係上一有競爭，就冇辦法從煩惱中抽離，你嘅競爭對手會變成你嘅敵人。就算你係獲得勝利嗰個，你都會無時無刻咁樣防範他人，冇一刻安寧。除非你當你嘅競爭對手係你嘅夥伴，咁你先可以衷心祝福對方嘅勝利。如果你感受到人人都係你嘅夥伴，你對世界嘅睇法就會有所不同。年輕人就問啦，我絕對冇辦法成為你講嘅呢種人，點可以做到當身邊所有嘅人都係夥伴啊？冇啦，不如我哋暫時唔好講呢個話題住，我哋轉個話題。你上次話憤怒嘅情緒係我哋自己製造出嚟嘅，我始終都係冇辦法認同。如果有人無端端鬧你一大餐，你會唔會嬲啊？如果你會嬲嘅話，咁呢啲情緒係咪你自己製造出嚟啊？哲學家就答，我唔會嬲，我只會諗嗰個人心裏邊真正目的係乜嘢。如果佢想激嬲我，咁其實佢係想挑起一種權力嘅鬥爭，想藉着勝利嚟證明自己嘅能力。就算你喺爭論中贏咗佢，佢都會報仇。年輕人就唔明，報仇即係點啊？你有冇例子啊？哲學家就話，例如遭受到親人虐待嘅細路會誤入歧途，甚至會戒手。喺阿德勒嘅理論中，呢種行為係對父母嘅報仇，令父母困擾。如果人際關係一旦進入咗報仇嘅階段，雙方想解決問題，幾乎已經冇可能啦。所以當對方挑起權力鬥爭嘅時候，千祈唔好跌入去。年輕人就即刻問，咁即係俾人辱罵都要忍啊？哲學家就話，你唔係要忍，而係冇做出回應。憤怒係一種工具，我哋唔需要依賴呢種工具。容易嬲嘅人係因為佢唔知道除咗呢種工具之外，仲有其他溝通嘅方式，就係語言。溝通並唔係靠憤怒嘅。仲有一點，喺權力鬥爭之中，就算我哋確信我哋係啱嘅，都唔應該刁難對方。如果我哋咁樣做，咁樣就會有一定要贏過佢嘅勝負爭奪戰出現。好多人喺呢種情況之下，會將承認自己嘅錯誤當成係承認自己嘅失敗，因為唔想承認失敗，所以好多人都唔想承認自己嘅錯。事實上，承認錯誤、表達歉意同埋想擺脫權力鬥爭都唔代表係失敗。年輕人就話，老師聽過你解釋之後，
我而家總算明白你話所有煩惱都係嚟自人際關係嘅，但係我仍然冇辦法當競爭對手係夥伴。哲學家就話，你做唔到係因為你喺度逃避緊人生嘅任務。年輕人就好唔明啦，人生嘅任務又係乜嘢啊？哲學家就解釋，要了解人生任務，你要知道幾樣嘢。人生嘅目標有兩個，一個係獨立，第二個係可以同社會和諧生活。而支持呢兩個目標嘅有兩個認知，一係要知道自己能力，二係要覺得人人都係我嘅伙伴。而人生嘅任務分為工作、交朋友同埋愛嘅任務。先講咗工作嘅任務，工作任務係唔可以獨自自己完成嘅，冇一種工作係唔需要同人合作嘅。如果以距離同埋深度嚟考量嘅話，工作上嘅人際關係可以話係難度最低嘅啦。工作結束，你同你嘅同事就可以變翻陌路人。而喺工作嘅人際關係上受到嘅挫折係嚟自人嘅，例如你揾工，結果俾好多間公司拒絕，又或者你返工嘅時候做錯嘢俾人鬧，你嘅自尊心受損，呢啲都可能令到你唔想再返工。喺呢啲情況下，佢哋唔係討厭工作，而係唔想俾人哋話佢哋係無能。呢啲傷害都係嚟自人際關係嘅。年輕人就話，雖然我有嘢想反駁，但係都等你講埋先。咁交朋友嘅任務又係乜嘢啊？哲學家就話，要記住朋友唔係越多越好，真正要考慮嘅就係你同朋友嘅關係嘅距離同埋深度。就算你而家朋友唔多，但只要你肯改變，你嘅周圍亦都一定會改變，你亦都會揾到真正嘅朋友。阿德勒心理學並唔係要你改變人哋，而係要改變自己。你唔可以等改變嚟到，而係要主動踏出第一步。雖然年輕人唔係太 get 到哲學家嘅意思，但係仍然好有興趣咁問落去。年輕人就問，咁愛嘅任務又係乜嘢啊？哲學家就話，愛嘅任務可以分為兩部分，一部分係戀愛關係，另一部分係家族關係，尤其是係親子關係。三個任務之中，愛嘅任務係最困難噶啦。當你有咗戀人，你好多時就會有束縛，例如唔可以再單獨咁同異性去玩，如果唔係另一半就會妒忌。但係阿德勒並唔同意束縛呢種行為，喺束縛之下，關係撐唔到好耐嘅。年輕人就好緊張咁問，咁阿德勒係咪真係鼓勵人哋出軌啊？哲學家就話，佢唔係積極咁鼓勵人哋出軌，但如果兩個人喺埋一齊係會有種唞唔到氣嘅感覺嘅話，咁只可以話呢個係戀情關係，而唔係愛。人只有喺同真正伴侶喺埋一齊嘅時候，可以盡情咁展現自我，冇自卑感，處於極度自然嘅狀態，咁樣先至可以真正感受到愛。喺戀愛關係裏邊，如果真係唔夾都可以分手，但係喺親子關係就唔同啦。就算關係有幾咁困難，都要面對。年輕人聽完之後就問，我總算了解咗人生嘅任務，但你之前話我冇辦法視競爭對手為伙伴，係因為我要逃避人生嘅任務，咁又係咩意思啊？哲學家就話啦，假設你唔中意 A 呢個人，可能係因為 A 有難以接受嘅缺點，但事實上你冇辦法容忍 A， 所以討厭佢，所以先喺 A 身上揾可以滿足你討厭 A 呢個目的嘅缺點。年輕人就話，老師你咁樣講好冇道理喎，我係因為 A 做咗一啲討厭嘅事，我先至會討厭佢嘅，你個順序錯咗喎。哲學家就話，你係為咗逃避同 A 之間嘅人際關係先會討厭佢，就好似情侶關係中，可能到咗某一個時期，你會連對方呼吸都覺得討厭，咁係因為你到咗某個階段，你想終止呢段關係，所以你先開始揾可以結束呢個關係嘅理由。年輕人就話，你咁樣講，即係我為咗逃避人際關係而編造出人哋嘅缺點，將對方當成敵人咁樣逃避責任。哲學家就話，冇錯，阿德勒稱之為人生嘅謊言，但就算你逃避人生嘅任務，依附住人生謊言咁去生活，呢啲都唔代表你係惡嘅，只係勇氣嘅問題。年輕人聽完沉思咗一陣，跟住講，老師，我明白你嘅意思，我都承認我為咗逃避人生嘅任務，唔想喺人際關係中受傷，先會編造各種藉口。但係你講嘅嘢只係流於精神層面，對於我想改變呢樣嘢一啲幫助都冇，就好似其他人拍拍我膊頭叫我振作一樣，只係空談。你可唔可以提出一啲具體嘅方案，等我可以去改變啊？哲學家就話，今日夜啦，我哋再傾過啦，而我哋下次係會由自由呢個題目開始。年輕人心諗，
無啦啦又轉 topic，就係咁樣，年輕人帶住黑人問號走咗啦。唔知你哋又同唔同意哲學家講嘅嘢呢？而我就好同意哲學家嘅某一啲講法。我哋經歷嘅嘢係應該由我哋去賦予意義嘅，唔好因為我哋曾經經歷嘅嘢而去阻礙我哋當下嘅生活。就係因為咁，先會有啲人因為過往嘅挫折而更加不屈不撓，亦都會有啲人因為過往嘅挫折而一蹶不振。唔知你又同唔同意我嘅講法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啊。今集就去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